我係碧桂園10年銀灘珍姐啊，今日呢套房真係好靚啊！睇海非常靚，而家係10樓睇小 K 迎靈景觀，睇 Big CK 海景，沙灘落海就直接游水啦嚇！而家呢套房係104平咯，10年銀灘一期叫光生海啊，104平，所見即所得。保養得非常新，地板啊、牆啊乜嘢都保養非常好。呢個家私非常貴哦，用10年都冇問題，都冇長霉啊、爛啊。呢啲家私配啦，業主配到一套啊，做到3房1衛咯。你睇只用房都係一套嘅家私，櫃子上啊、飄窗全部睇海，水都睇海啦，海景非常靚，西南朝向。而家係獨門獨戶，呢邊住一戶人家從呢度入嚟，打開門非常通透，空氣非常好。呢度廚房、冷氣入戶、雙戶全部封做好啦啊，即係南北通透啊。紅本製手業主急售啊，大文家私家電買咯，洗手間更10分嚟嘅洗手間啊，即係家私全部庭木家私啊，都有雙戶，每個房間都有雙戶。今日即係天氣唔係好好，呢個房間亦係櫃子上空調乜嘢都配置俾你啊。每個房都有雙戶，而家急售價，總價只需要51萬8可以攞落嚟，即買即住。一期光生海呢個小 K 落去就係游水沙灘，一期交通中心就喺旁邊，仲有公立學校啊、市場啊、商業街都就喺旁邊，即係生活非常方便，適合養老啊、度假啊，或幫朋友過嚟過冬哦。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銀灘珍姐嚟睇樓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